这条路南侧还有多个大型的集中营区域，均建有守卫塔，并且有人值守。北边有一条东西走向的公路，百度地图没有标注，路牌显示是高科路。高科路用百度地图测量工具测得长度约 1.1 公里，从建筑规模来判断，这里应该关押了非常多的人。这里应该是乌鲁木齐市地区规模最大的集中营区域。这里注意建筑物顶上的标语，隐约可见劳动改造、文化改造4个字。新疆集中营这个事情，外国媒体已经有很多报道了。我上一次骑车去新疆的时候，也跟当地的汉族人打听过，有听说大量的维族人被当作廉价的劳工，外包拉到其他地方干活。不愿帮助中国政府监控自己同胞的维族人也会被送进集中营接受教育，学校内也不允许使用维吾尔族语言。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发生时，中国政府控制的警察当着那么多外国记者的面敢肆无忌惮地打人杀人。所以在新疆这种外国媒体根本就进不去的地方，中国政府对维族人的迫害就更加是难以想象的了。不愿被奴役的人也不愿看到别人被奴役。愿中国政府共产党早日解体下台，结束这一切反人类的罪恶。